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6年2月24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伊朗，聊一聊波斯湾，聊一聊中东的局势。由于特朗普这个不靠谱所以伊朗的局势也是一波三折，波谲云诡，时紧时松。简单点说就是美伊双方表面上还在谈，2月26日瑞士日内瓦间接核谈判板上钉钉，但军事准备也已经箭在弦上，谁也不知道谈完是皆大欢喜还是直接掀桌子。阿曼的外交大臣巴德尔22日确认，美国和伊朗新一轮谈判定于26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这个阿曼的巴德尔还是当这个快递小哥而伊朗的外长阿拉格齐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他说我相信在双赢的基础上，仍有很大可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很可能于26日在瑞士日内瓦会见美国总统维特科夫特使，就核问题开启新一轮谈判。他说伊朗正在起草一份提案，准备提交给美方。他认为伊朗和美国之间有可能迅速达成协议。在被问及可能新协议于2015年达成的伊核协议有何不同时，阿拉格齐表示有可能达成更好的协议，与10年前相比，情况已经发生变化，而且有些内容可能会比当年的协议好很多。也就是说伊朗也可能要让步。路透社2月22日援引一名未透露姓名的伊朗高级官员的话说为促进以美达成核协议，伊方愿认真考虑做出一定的让步，包括将现有最高丰度浓缩铀一半送至国外，稀释剩余部分，并参与创建一个民用铀浓缩区域联营体，以此换取美方承认伊朗和平铀浓缩权，并解除对伊朗经济制裁。此外，该官员表示，在解决德黑兰核活动长达数十年争端的谈判中，伊朗会向美国公司提供机会，允许其作为承包商参与伊朗大型石油和天然气产业。在正在谈判的经济方案中，美国也获得了在伊朗石油产业进行重大投资，并获得切实经济利益的机会。这是伊朗反向拿出经济利益来引诱特朗普特朗普不是个商人吗？喜欢赚钱吗？这个伊朗就是投其所好。这个动态就说明伊朗也不完全是硬扛他在让步，但让步他要显出有一定的底线，必须承认和平铀浓缩权，解除制裁，还能让美国公司来挣钱。而美国那边呢，纽约时报22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若美伊核谈判或未来几天内可能对伊朗进行的初步打击均未能取得预期效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将考虑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特朗普已告知顾问，若这些举措未能促使其放弃核计划，他将在未来数月考虑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以推翻伊朗当局。尽管尚未做最终决定，但特朗普倾向于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进行有限的初步打击，以向伊朗当局表明与美国达成协议才是最佳选择。英国的《卫报》援引消息人士说唐纳德·特朗普下令对伊朗实施空袭决定，将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特使史蒂夫·维特科夫和库什纳的评估，即德黑兰是否在拖延达成一项放弃核武器生产能力的协议。特朗普23日在真相社交媒体发文他的原话这么说的，说更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不能达成协议，对伊朗来说将是非常糟糕的一天，最终决定权在我手上，也就是那个按钮在特朗普手上，跟那个地包老人一样也已经盘出包浆了实际上美伊双方目前就这个谈打并行的这么个经典剧本，一边是极端施压，一边谈判的窗口是开着的。26日日内瓦谈完，如果伊朗让步不够，特朗普很可能周末就下令叫有限初步打击，先揍你一拳再说，拳击上面来个刺拳，如果刺拳不解决问题后面就是后手来个重拳就这意思这个媒体报道说本周末是一个关键时间节点。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什么样子呢？我们看看新华社它是这么报道的，说第二支航母打击群进入地中海，更多战机向中东集结。连日来，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准备似乎接近闭环，也就是万事俱备只欠这个特朗普按下那个按钮。
启动开关。尽管美伊仍在对话接触，但美方军事行动似乎已箭在弦上。新华社记者近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看到，当地秩序总体平稳。伊朗日前进入斋月，而且下个月就是伊朗新年，叫诺鲁兹节。德黑兰街头已经出现一些节日的装饰品，但战争的阴影挥之不去。多位市民告诉新华社记者，他们支持与美国对话谈判，但美方自私霸道的本质和违约动武的前科令他们难以乐观。说来说去啊，就是整个伊朗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之下，老百姓啊过节都心不在焉，说明普通伊朗人心里清楚，谈是谈，但美国、以色列随时可能动手。伊朗已经在西部边境和南部海岸前推机动弹道导弹发射器，直接覆盖美军基地和以色列，这跟谈判窗口同时存在，这就是边谈边备战的教科书式的案例。这是当前伊朗和美国的一些最新动态。那么在这种特朗普一边军事高压之下，一边谈判，所以双方免不了要继续口水战呢，各种心理战，你来我往，全是心理施压。伊朗这边呢，那继续就是煮熟的鸭子嘴硬呢，浑身上下嘴是最硬的，火力全开这个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月23日原话他说，不存在什么所谓的有限打击，任何对伊朗的攻击，不论其规模，都将被视作侵略，发起者都将承担相应的后果。这特朗普说了我就是来个刺拳，我就轻轻打一下，你忍着点。这伊朗人就说了没有什么轻轻打一下这一说，对吧？你这要碰着我，那就是全面战争，后果不堪设想。伊朗武装部队正保持警惕，伊朗在进行外交谈判的同时，密切关注事态发展。这个巴加埃说任何强加负担、预设立场的谈判都不会取得成果。如果伊朗认定对方，也就是美国将谈判当作欺骗手段，必将采取相应立场应对。总之这个严厉警告这个美国。伊朗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说敌人企图逐步削弱伊朗，敌人自诩不可战胜，但这纯属无稽之谈。敌人不会想到，即便派遣了舰船和其他武器装备，他们也会遭遇到强大的力量。敌人以为伊朗处于弱势，而他们处于强势，但他们错了，伊朗绝不会被吞并。今天伊朗数百万士兵随时准备为祖国献出生命，伊朗军队将誓死捍卫伊朗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说归说这伊朗人这个强硬嘴硬，还是暴露了他的弱点。人家美军追求的是无伤亡，就是美军的士兵美军的装备不要受伤。你这伊朗人对吧，嘴硬，动不动上来就是几百万士兵献出生命，你说这叫什么事？这个你可以说他是这个叫一种气概，视死如归的决心，但实际上也说明他的这个底气不足还没打就要死人了自己就觉得心里就矮了半分。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嘴硬你还得讲究个方式。既然是吹牛对吧，你吹的这个更大一点，吹牛吹出自己的短处了，那不合适，露怯伊朗的革命卫队首席顾问哈米德雷扎莫加达马法尔，我这名字够长听着好几个人呢，直接威胁他，如果伊朗遭到攻击他将把目标对准特朗普总统以及库什纳特朗普和他女婿两个人在阿联酋的个人资产，并宣称这些资产将会被彻底摧毁。这个就更威胁意味的把这是针对特朗普本人了，和他女婿在海外的资产也给你全炸掉。特朗普最心疼钱伊朗的外长阿拉戈齐在 CBS 访谈中重申，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我们完全有权就自己的事情做出决定。铀浓缩是伊朗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享有的和平核权利，涉及国家尊严与独立，不会接受零浓缩要求。所以伊朗的这个口水战核心就俩字：红线。画红线不停的画，任何攻击都是侵略，自卫权神圣不可侵犯，还直接点名特朗普和库什纳的私人资产，在中东的给你全没收。言下之意就是你美国要敢打的话，我就打你们老板的钱袋子。这个是直击特朗普的要害，心理震慑拉满。那美国这边呢，那当然也不甘示弱就是猫捉老鼠的游戏继续玩下去。特朗普23日发文说有关凯恩反对美国对伊朗动武的报道100%错误，凯恩认为会轻松取胜，是否对伊朗动武最终决定权在我手上。有媒体报道伊朗的这个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他反对特朗
普动手，认为这一旦打起来啊，就陷入这个万劫不复之地啊，就没完没了。然后特朗普他就发文辟谣，说这个胡说八道。这凯恩最积极，说100%啊，这个要打这个伊朗，并且会轻松取胜。打不打，这个权力不在凯恩手上，是在我特朗普手上。而且啊，特朗普啊，他还转发了福克斯新闻马克莱文呼吁对伊朗政权进行更迭的视频。就是这个福克斯上面啊，有个主持人呢，他做的那个节目里面，就是号召建议啊，美国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也就是把这个神棍政权啊给他推翻。特朗普就把这个视频啊给转发了。那转发那不就是特朗普同意呗？或者特朗普就是赞成这个主张呗，就这意思。所以特朗普此举啊，被视为倾向政权更迭，而非单纯的谈判，这种强硬的信号。美国国防部长豪克塞斯开玩笑说啊，我曾想过在一些不固定的晚上订很多披萨，故意干扰大家。我们会关注每个指标。这个大家媒体不是喜欢关注这个五角大楼那个披萨指数吗？披萨指数连续升高，有可能叫美军有大动作。然后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豪克塞斯说啊，我要干扰这个披萨指数，对吧？在不固定的晚上故意去订很多披萨，这不是浪费粮食吗？纽约时报消息人士说啊，特朗普倾向于对伊朗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以迫使伊朗放弃制造核武器的能力。潜在目标包括革命卫队总部、核设施和导弹基地。所以美国啊释放出来的这个心理战，那就是轻松取胜，对吧？小菜一碟，然后再政权更迭。特朗普反复强调最终决定权在我，就是告诉国内和伊朗，我说了算，想打就打。披萨指数更是心理战，黑色幽默。伊朗人如果你要盯着披萨指数，那以后恐怕就有的担惊受怕呀。豪克塞斯要亲自刷单，影响这个披萨指数，让你们猜不透。所以啊，双方心理战最高潮就是互相戳中痛点。伊朗戳特朗普个人和库什纳的资产，而美国戳的是伊朗拖延战术和政权更迭。这个口水战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加入了啊。他说啊，我已经澄清并向阿亚图拉政权发出信息，如果他们犯下历史上最严重的错误，什么错误呢？就是攻击以色列，我们将以他们无法想象的武力回应。你看这个内塔尼亚胡说啊，你要敢打以色列，那我们就要采用你们都想象不到的手段来回应。如果你想知道，那你就试试看，就这意思啊。所以这个口水战啊，各自有各自的这个观众和对象，宣传对象都是给国内民众和盟友看的。伊朗要向国内的谈判们展示绝不屈服，美国要展示的呢是游刃有余，想打就打，一碟小菜，双方都在逼对方先让步。所以这心理战越激烈啊，26日谈判就越重要，谈成了大家都有台阶下，谈崩了就掀桌子动手。这是口水战部分啊，斗嘴的部分，口炮部分。但是双方实际也采取了很多动作，不光是口炮，对吧？也就是双方真刀真枪的军事部署。美国的部署那就别说了啊，空前规模，第二支航母打击群啊已经进入地中海，更多的战机向中东集结。卫星图像显示，美国已向约旦和沙特阿拉伯基地增派数十架战斗机，这是自2003年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军事部署之一。而川普正威胁对伊朗发动空袭，此次增兵包括 F-35、F-22、F-15、A10 这个战斗机、支援飞机、2个航母打击群、16艘军舰以及约4万名士兵。这是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的啊。那伊朗呢，他也不能坐以待毙，他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部署啊。2026年2月22号，伊朗将机动弹道导弹发射器前推部署至西部边境，那这个地方打击以色列啊，这个距离就更近啊，可以覆盖以色列的全境和南部海岸。那这个主要是用来覆盖这个美军在波斯湾以及这个中东地区的很多基地啊，都能够得着，就是把它的导弹发射架前推。此举为强化震慑与报复能力。伊朗官员明确表示啊，美军基地与船只已进入其导弹无人机的射程，真理啊就在大炮的射程之内。若遭攻击，将立即反击。同期，伊朗进行波斯湾军事演习，短暂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部分空域，测试导弹，并积极修复去年受以色列轰炸而损失的导弹设施。伊朗加快了哈马丹空军基地的修复和升级工作，这表明伊朗计划接收新的飞机，并可能已做出相应调整，为接收从俄罗斯购买的苏35战斗机做准备。伊朗革命卫队据报接管珍珠党的指挥权，旨在备战以色列与美国。与此同时，伊朗在霍尔木斯海峡试射了舰载远程防空
空导弹，也就是伊朗啊这个小肌肉啊也不停的在秀啊。美国摆出的是压倒性空中加海上优势，2个航母打击群 F-35、F-22 全来，目标就是制空权加防区外打击。伊朗摆出的是一副不对称报复，导弹前推制直接瞄准美军基地和以色列，接管珍珠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测试，意思是你打我，我就让你全球能源断供。根据这个军事专家的分析啊，开战后的数小时内，美国将与以色列联手，完全掌控伊朗的制空权。伊朗大规模发射弹道导弹的能力仅限于1到2次，也就是说啊，伊朗人发射导弹反击的机会就一次2次，非常短暂。首先是美国和以色列空中压制制空权，第一轮轰炸，伊朗的这个什么防空武器啊，雷达就失效。第二轮轰炸就是伊朗的那些导弹发射阵地，所以伊朗人的反击就一次。第一轮轰炸和第二轮轰炸之间恐怕长2个小时，短的话半个小时。伊朗人有没有时间反应都是个问题。伊朗最有可能采取的策略是延长冲突，并对美军及其地区伙伴造成足够的破坏。这就是为什么美军派了大量的战机，什么 B-2 隐形轰炸机、B-52 同温层堡垒，还什么枪骑兵吧，什么一大堆的啊轰炸机。为什么呢？还有加油机，实际上就是要在极短的时间内让伊朗没有还手之力。这种部署已经形成相互威慑与误判的螺旋，任何代理人小冲突误击都可能瞬间升级成区域大战。霍尔木兹海峡一封，全球油价直接起飞，但是这种可能性非常小。伊朗有多大的实力？即便是封锁啊，也是短暂的。我们再看看啊，这个伊朗国内啊，为了预防特朗普的这个突然打击，因为特朗普已经说了，那第一波打击呢，就是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中枢，擒贼先擒王，也在伊朗搞斩首行动。到时候伊朗啊，就是通讯呢，指挥系统恐怕都陷入这个黑暗瘫痪。所以根据这个《纽约时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啊，这个哈梅内伊啊87岁，已经在安排身后事，确保死后伊朗还是由强硬派说了算。这个《纽约时报》他说啊，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经做好自己被暗杀的准备，并把大权委托给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确保伊朗政权能够在任何极端情况下继续运作。最近一系列迹象也能够证明拉里贾尼正在成为哈梅内伊的代言人，甚至是接班人。近期拉里贾尼职责范围不断扩大，包括与俄罗斯等盟友以及卡塔尔、阿曼等地区国家的协调，并监督与美国的核谈判。连现任外长阿拉格齐在联系美国谈判代表前，也需先获得拉里贾尼的许可。考虑到哈梅内伊目前的健康状况以及被暗杀的高度风险，强硬派的拉里贾尼实际上已经在主导整个国家的运作，而温和派的总统佩泽希奇扬已被边缘化。除了让拉里贾尼掌握大权，哈梅内伊还发布了一系列指令，为自己任命每一个军事与政府职位设立了4层继承体系，并要求所有领导岗位都需要指定最多4名替代人选。即将年满87岁的哈梅内伊已经将决策权下放给了自己的核心亲信圈，以确保自己出事后伊朗的顶层国家机器仍能正常运转。这个说实话啊，哈梅内伊想多了，活着的时候都掌控不了，死了你这安排有什么用呢？对吧？印度那个太祖一死，太祖指定的接班人，还有这个顾命大臣，还一个个都被逮起来了，没错吧？这个朝鲜金二一死，对吧？顾命大臣不也被干掉了吗？哈梅内伊想多了啊。根据《纽约时报》报道啊，这哈梅内伊的这一系列安排其实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从苏莱曼尼到莱西，再到去年6月被以色列炸死了一大批革命卫队高层将领，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伊朗被渗透的程度远超外界想象，甚至连哈梅内伊本人都不能说是确保100%安全。伊朗安全部门还发起清理内鬼的行动，短短2周时间内，在全国范围内抓了700多人。仅在德黑兰一地，伊朗方面就缴获了超过1万架微型飞行器。伊朗该总结的是，为什么有700多名内鬼？是哪儿出问题了？你这样抓内鬼抓得完吗？除了最高领袖，人人都可能是内鬼，你这能抓得完吗？抓不完，那就是你这个制度啊出了问题。拉里贾尼的背景啊，他是出身于伊朗显赫的政治家族，曾任革命卫队的高级指挥官，并担任伊朗议会议长长达12年。他是公认的对美强硬派，立场保守，但同时又能在实际处理对美
关系时表现出高度的务实性，因此长期深受哈梅内伊的信赖。对比总统佩泽希奇扬相比之下，佩泽希奇扬自一开始就没有得到最高领袖的信任。在莱西意外身亡后，哈梅内伊之所以让一位温和派总统接班，主要是为了让他们把经济搞好。除了政府的少数几个经济如外交部门，温和派几乎不掌握任何实质性权力。议会、军队、革命卫队、安全能源部门均在强硬派的掌握之下。那强硬派掌握之下导致的就是伊朗内部动乱，老百姓走上街头，这就是恶性循环了，这就是不战自乱。特朗普这样一施压，伊朗国内还得要出事。不管你是什么派，你首先要把国内经济搞好，让老百姓有饭吃。这时候老百姓他才可能说维护这个体制，或者退一步说吧，你别指望老百姓维护，老百姓至少不帮倒忙，至少不会对吧？这个当这个什么带路党。所以说哈梅内伊这个什么4层保险加亲信圈接管，那都是一厢情愿的，安排的再严密再妥帖也无济于事。一旦哈梅内伊死了，拉尼贾尼他有多大的号召力呢？他能稳住局势吗？有多少人在暗中盯着这个最高领袖的这个位置呢？哈梅内伊在世的时候，拉尼贾尼表现出来是一种强硬务实派，但是哈梅内伊只要一死，谁能保证拉尼贾尼他就是强硬派呢？他就不能改变吗？什么叫务实派？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对吧？让拉尼贾尼一当家，他恐怕只好选择跟美国合作。伊朗的问题表面上看是某一个独裁者或者叫神棍毛拉阿亚图拉，对吧？这个所谓的领袖，表面看是这一个问题实际上不是实际上它是整个体制已经坏掉了，难以运转，成本越来越高，贪污腐败越来越严重，走私点石油回来的钱还不够维持他那个毛拉政权，伊斯兰革命卫队还不够养活他们。那你说这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不给钱，革命卫队还死心塌地保护你吗？也要做鸟兽散对吧？他这一套运行体制证明已经失败了，因为他运行成本太高，浪费严重，越运行人家叫内生，对吧？这个越运行它会造血越强壮，而伊朗这个政权呢，它是越运行越瘦，一点点的养分呢都给了那个毒瘤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吧？这些特权阶层民生凋敝经济就越来越差，维护这样一个体制那个代价越来越高，成本越来越高，而这个美西方对伊朗的这个制裁是越来越严重。伊朗的国内的，对吧？现在局势不稳，不仅西北边有库尔德人追求自治，甚至要独立，那国内的学生呢，现在又要求释放被捕的那些群众，要平反，要民生，要权利。在伊朗西北部5个主要的伊朗库尔德组织成立伊朗库尔德斯坦政治力量联盟，他们的目标是推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推进库尔德人的自决，在伊朗库尔德自治地区建立民主政治框架。伊朗国内现在也是风雨飘摇之中。那我们再看看这个国际形势。首先是以色列这个以色列的反对党领袖叫拉皮德，他发表个声明他说如果与伊朗爆发战争，以色列政治分歧将暂停，全国团结一致，支持政府与军队，暂时将与总理内塔尼亚胡搁置分歧。以色列医疗系统为长期战争准备下地下医院，调医生，准备血浆这都是准备打仗了以色列官员对谈判极度怀疑，认为唯一真正的出路是政权更迭。也就是以色列这边已经也在摩拳擦掌，在做这个战斗准备。欧盟的外交委员会主席这个卡拉斯说他说我们不需要在这个地区再打一仗，我们已经经历了太多战争，伊朗目前的确处于前所未有的弱势时期，我们应该利用这段时间寻求外交解决方案。这卡拉斯的意思是说的比较简单直白这个伊朗的问题是你美国人和以色列的，我们欧洲人呢也就不掺和了，我们利用这段时间呢寻求外交解决方案，它不是解决伊朗是解决乌克兰。就说的直白一点，就是伊朗现在确实不行这美国你们想打就打，反正我们不掺和，就这意思。所以你看英国还有哪国法国吧，他们在这个中东地区的基地是不借给美国用的，所以特朗普说我要派双航母战斗群，我就不需要从这些基地起飞机。那作为正义联盟的大哥，俄罗斯是咋说的呢？俄罗斯的副外长又开始呼吁说我呼吁美国及其盟友放弃打击伊朗和平核设施的计划，俄罗斯愿意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以恢复寻求外交解决方案。这俄罗斯还是嘴炮吧，出工不出力，嘴上喊口号。这个三哥印
度啊紧急通知所有公民立即离开伊朗，连三哥都觉察到危险了啊，风险已经来临，呼吁在伊朗的这个印度人赶紧离开，不要挨炸。所以目前来看啊，咱们推测啊，2月26号日内瓦会谈完到3月初，最可能的还是谈打并行。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如果伊朗让步够大，稀释一半的高浓缩油，建区域联姻体，给美国石油投资机会，伊朗啊就是让步够大的话，那特朗普可能先按兵不动，毕竟啊不战而屈人之兵，达到他的外交目的，这个是叫善策嘛。但是如果伊朗让步有底线，绝不零浓缩，绝不放弃主权，那么这个谈崩的概率就不小。特朗普大概率先来有限初步打击，也就是啊把伊斯兰的革命卫队总部、核设施、导弹基地、指挥中枢全部炸一遍，时间控制在大概几天之内吧。上一次是12日，那这一次差不多也就2个星期。那以色列大概率会配合。那么这一波打击之后，如果伊朗还是死顶不投降，这中间会安排一次谈判，在这个中东国家的斡旋之下啊，特朗普教训也教训了，气也出了，伊朗这个时候如果再还不让步，那有可能啊更大规模的打击就来了，大概其会按照这个进程啊去推进。所以给伊朗人的时间确实不多了。特朗普派双航母战斗群星夜兼程，对吧？火急火燎的赶往这个指定区域，也绝对不是去打卡的啊，不是去旅游的，派了那么多飞机、战斗机，还运了那么多装备过去。萨德爱国者这得花多少钱呢？一天的多少万，这个叫上亿美金的恐怕电子战飞机。所以说这个绝对不是啊仅仅是威慑这么简单。我们退一步说啊，美军它也有清库存的这种需求，这些东西扔掉了啊，炸完之后，然后这个美国的军工企业它不有开足马力补库存吗？一补库存，这不 GDP 又上来了吗？对吧？它只要在合理的范围内，那这个还是促进美国经济呢。大战啊一触即发，我们密切关注。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